近年，澳門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，飼養寵物嘅青少年越嚟越多。根據民政總署統計，喺2006年，澳門有179隻貓狗被領養，到2016年有309隻貓狗被領養。喺呢10年間，升幅咗將近1倍。有文獻指出，飼養寵物對於青少年嘅情緒健康有正面影響，特別係提升自信心同埋減少呢個孤單感。同時喺社交方面都有好多好處，例如青少年更大嘅社交網絡、更好嘅社會能力、更多嘅社交玩樂，並由以下4個方面深入探討。大家好，我個名叫 Crazy， 我係一隻好幸福嘅狗，我有一個好錫我嘅家庭。咦，主人起身啦！起身啦，起身啦！唔好瞓啦！講真，一開頭係真係當佢係一隻貓同狗係寵物嚟嘅啫，但係慢慢會變咗熟悉啦，之後會聽你講嘅嘢啦，會知你想點啦，跟住慢慢就會變可能朋友，甚至變親人咁樣。你老豆翻嚟啦！食咗飯未啊？食咗啦。今日學校點啊？你唔好理啦。老豆，放咗 quiz 未啊？未啊。咁一陣食完飯一齊去放 quiz 好唔好？好啊。歡樂咗咯，可能就多咗一啲話題，就係關於物理咁樣。老豆，今次數學大測。咩嚟㗎？哇，咁低分，唔好讀啦！幾溫習唔溫習，成日再問晒啲咩研究？我盡在你想點啫？咩嚟㗎？哇，咁低分，唔好讀啦！平時佢唔會做嘅嘢，可能喺我唔開心嘅時候，佢就會做啲好令我出乎意料嘅事咯。咦？今朝個袋唔係我攞嚟裝朱古力嘅咩？俾咗啲咩佢食啊？仲望帶佢睇獸醫啦！點解會咁？我未似從前幼稚，我在找天生意義。這是你彌留半夜時，從你眼中的光講我知，生命在無常脆弱，也獨有一種大意。你
你是降臨陪我傾訴那微笑。我望向人群以上，某道星光很漂亮。歲月裏陶除了荒涼，還是有太多事可拍掌。要令到愛人微笑着，要令朋友痛快一場。這是你完成使命時我所想。藉着本次研究，我們了解到養寵物對青少年會造成什麼影響。這次研究中，我們將從3個方向總結本次研究。1. 養寵物對青少年嘅品格造成正面嘅影響。根據受訪者嘅回應，養寵物培養青少年嘅責任感，幫助青少年建立同理心。我覺得養寵物對青少年有助改善家庭關係。就好似經過研究發現，飼養寵物行為確實能為家中增添熱鬧氣氛，同時家庭凝聚力上升，而這種改變係來自於共同休閒所帶來嘅快樂同埋彼此親密嘅互動。養寵物是青少年建立正確生命觀念嘅催化劑。我們早認為青少年正處於建立人生價值觀嘅重要時期，而喺呢個重要時期，青少年容易受周邊事物影響。經過我們研究發現，網上文獻及訪談內人均指出，青少年飼養寵物行為同建立生命概念之間成一定嘅正相關關係。因此，我們做得出結論為，飼養寵物行為有助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嘅生命觀念。